大家好，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咧，喺表達藝術治療活動裏面咧，我成日會用到嘅一啲暖身破冰活動。咁呢啲其實係一啲小遊戲啦，佢係適合喺唔同嘅小組裏面都可以用到，唔係淨係表達藝術治療啦。而一啲或者生日會啊，甚至乎咧家長可以喺屋企當做一啲親子小遊戲咁樣都可以嘅。咁亦都適合小朋友啦、青少年啦或者係長者都可以參考㗎。咁好啦，今次嘅內容有啲乜嘢呢？我首先咧，我會重溫一下表達藝術治療啦，然後咧解釋一下咩係破冰活動啦。活動設計上要注意嘅地方，點樣可以融入多啲表達藝術治療嘅元素。咁最後分享活動咧就有包括4個元素，同埋總共有11個活動嘅。咁4個元素裡面咧，包括有視覺藝術啦、音樂啦、戲劇啦，同埋靜觀嘅。上面畫任何嘅符號，咁亦都盡量唔可以係文字啦。如果係咁樣就冇意思㗎啦。咁咧要係符號啊、圖案啊、公仔啊，甚至乎係善身心嘅狀態啦，從而咧可以增加抗逆能力嘅。咁咧聽落係咪好多好處咧？咁好啦，如果我將呢一啲元素放入啲小遊戲裏面，適合唔同年紀嘅人，咁又有啲咩特別嘅好處呢？嗱，我今次介紹呢啲咧，我覺得咧就係可以同時可以增加到專注力啦，令到咧參加者可以喺好輕鬆嘅氣氛裏面咧，又學到一啲新嘢啦，亦都可以當帶領遊戲嘅時候，改善大家嘅關係，咁所以咧家長咧都可以當一個親子遊戲咁樣作一個參考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咁我諗睇完咧，大家可能自己都有好多嘅靈感啊，可能會創作一啲新嘅遊戲。咁歡迎大家咧透過呢啲聯絡方法話俾我聽，或者有任何疑問咧都可以嘗試聯絡我嘅。咁希望大家會繼續留意我再出嘅新課程。好，拜拜。